昨咱有来报道，一个6岁小女童小姨，伫咧大水冲到位的时阵，是伊的姑婆甲长公贴落汗，甲小姨吐去哩较悬的所在，救着伊的一条命。小姨的妈妈讲，当时这个姑婆有叫小姨唔通阁哭啊，爱保留体力。想袂到尾啊，姑婆甲长公也是被护照亡生了。还有其他人？啊，他在哪里？花莲6岁的查某囡仔小鱼，关伫咧家厝2天，昨伫下晡叫找到时，规身躯正垃圾，丢伫咧厝顶的娘条边仔。妹妹举手滑落来，看到厝里的人目屎挡袂牢滴落来。根据了解，小鱼和姑婆长公关伫咧家厝外，关度超过3米，为着救小鱼，先敢若用贴落汗的方式。长公吐姑婆，姑婆则搁甲小鱼吐关起来，互伊无法度喘气。反正妹妹一直哭，然后姑姑就叫她不要再哭了，那她没有力气。她叫她不要哭，就是叫她保留力气啊。搜救人员讲，找到小鱼的是鱼尾伫咧天棚的茶帮，人真冷静。就是因为姑婆和长公家讲爱保留体力，一来的是3个人原本身伫咧门口挡水，后来水愈淹愈悬，姑婆甲长公拼死命甲小鱼吐去哩上悬的所在，希望伊会当滑落来。其实我们看到水位应该很高了，只剩一个人头的高度，这个没有大人辅助协助，大家一起协助是很难上去。当时水位大约2.5米，姑婆尾仔却发现倒伫咧落光埋内底，长公的遗体也被救出来。我们有下去清，有闻到味道，味道蛮重的，有可能是应该是在里面，缺口一直还有溢流进来，有水一直灌进来，所以抢救机会很难。可以来尽拼，甲希望留互小鱼，这一份向性命搬来守护，伫咧上艰难的时刻，将做上美的力量，互爱延续伫咧囡仔身上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